双骄杯决战云霄，大杀四方，你见过？今天看看这俩打起来是什么场面。哎呦，二家手握2炸，加倍，加倍来了！我的个天啊爷！看看有没有机会啊？3蛋，底牌有4的牌渣，决开应该是不会动的。好，在决开的视角，同伴这张圈儿带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。这手炸掉，好看能不能炸掉？太硬了，炸掉子弹慢慢过边。上大王，我在炸你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我的个天啊爷！满了12，一把直接12分追回来。大姚现在应该是脑瓜子嗡嗡嗡嗡的。